着要来响应着0岁到6岁国家做伙饲的这种托育的政策，劳动部伫台南官田成立第一座的教保中心，要甲家长照顾囡仔。政府为着鼓励民众生囡仔，推出6岁进前国家做伙饲的政策。即马劳动部成立头一座教保的服务中心，伫官田启用。平时的收费，优质的服务，来提供我们的爸爸妈妈在工作跟子女教育方面一个平衡的选择。这个教保中心教育资源真丰富，同时嘛规划专属教室，会使收40个囡仔。目前已经有25个囡仔，欢迎有需要家长赶紧去报名。符合2岁以上的孩子们都可以来这边受学教育。因为分家南分署伫官田工业区内，这个教保中心嘛变成工业区员工的新选择。劳动部未来嘛会陆续启用5个教保中心来协助家长照顾囡仔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品轩。想要跟我一起品味生活中的大小事吗？一定要赶快打开华视的 YouTube 频道，按赞订阅，并且开启小铃铛哦。